是，哎对。20 caro， 太贵了。太贵了。哎好吧，那我们再去找别的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258哦。OK， 我们再问一问别家看看，再问看看。哎，我没有说那个。是菜头粿。过年到了，过年到了，很挤。拥挤。它是一个10块，烧的比较好。我妈妈说小的比较好。那个小的一只是10块，大的一只是25。25，这是它是算一个一个的。一个一个嘛。是。一条15。这成本这个好像也可以吧？这种。对。买这个了好不好？要15。萝卜糕，可以做萝卜糕吗 ？OK， 所以我买25斤了。25斤。280够了吗？哦，对，啊，谢谢。很重哦。哎，我知道。哦，谢谢。做好了吗？谢谢。这里有25斤哈。好，谢谢哈。谢谢。老板娘，谢谢。那个太早买不行啊，那个太早买不行，太早买。谢谢。叶子弄掉，那个没有入口。买了一些啊。是。走吧。我可以走了。是。应该 OK。OK， 出发了。出发。所以过年到了，所以今天大姨会教我们怎么做那个萝卜糕，非常喜欢吃。然后明天会教我们怎么做那个年糕，还有发糕，还有发糕，那个黑糖糕吗？黑糖发糕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学习第一个，这个是萝卜糕。对，台语叫菜头粿。菜头粿。OK， 那我们去吧。好。
看，你个看伊做了对无嘿？对啦，再买了。无啊，人迄爱撮较水的，敢毋是？但是里面的还不单人一串。哦，来，好了，慢慢 ，OK。看看。我阿姨你背就好，我来。我注意你在菜场在注意在。煮到这水内底拢无水安尼吗？唔是爱去用弄，爱去用烂。一般烂的。你倒出来你。伊会照水出来。可以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啊，怎么看？阿姨怎么看它有没有那个啊？这个软软就可以了。软软。嘿，软软就可以。软软的。软软的吗？软软就可以了。让空气出来。阿姨，放一个迄要啥？
煎萝卜糕的时候啊，不要煎得太薄，我们稍微煎稍微有点厚度。这个可以抹一点油，可是麻烦，所以不抹也没关系。轻轻的压下去。油热了之后啊，不要太大，然后记得啊，你不要让它粘在一起，所以一次不要煎太多，然后放下去之后就不要再动。让那个油都沾到这个，然后让它慢慢煎，放着让它慢慢煎。现在啊，这一面呢，我们已经一面煎好了，我们要把它翻过来。自己的大蒜泥，然后酱油膏，然后我会放一点黑醋，一些就好。然后我要放我的辣椒油，我们的辣椒油是我们的辣椒油，再多一点。这么辣，然后我们的花椒油，然后放一点点的香油，让味道不用太多，好了。开始吃了。你做的萝卜糕。我做的萝卜糕。是。OK， 好。太烫了。这个你的酱。这个买不到啊，要自己做的。自己做，而且啊，现在很多人自己做是用粉做的，你是用米做的，所以最传统的方法，大姨的古早味，buono，成功。